镜头转来咱国内，进前伫中华关交通队的一个警察，前一年伊去互网络投资骗几啊百万去，后来伊就归去加入诈骗集团，专门替人领钱。警方查到是家己的人了后，改记2支大告了后免职，也若发现一审是照诈欺定罪，改判2年9个月。 伊就是曾经任职伫中华关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都城员警，一伙者竟然成为诈骗集团的成员，毋但提供口座，还佫担任取款的车手，而且从中得利。中华电影顶个月25号一审，将这个都城员警以交的诈欺取财罪，判处应该执行2年9个月。涂姓严警本身担任警察的职务。 那对于现金诈骗集团猖獗的情况十分了解，那却仍然参与这样的一个犯行。犯罪事实来看呢，是有指出他有这个本人有去转账跟提领现金。 报告书指出，2022年，伊因为投资虚拟货币被诈骗数百万，后来毋但加入诈骗集团，提公司的口座来当做人头小号，还佫担任车手来取款，拢总有9个被害人，被诈骗的金额就有148万外块。都城员警却只有得到17000块的报酬就被查到。警方侦查期间，都城员警还佫好人缓刑，宣称是小被警时才知影，不过其实家己就参与其中。听到这个讯息，我们都觉得很压抑啦。都已经当警察都快退休了，还会犯这样大的错误？做喊的啦，安怎讲？啊，人民保姆就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啊！中华电影审理了后，可能已经甲6个被害人达成和解，以诈欺取财等罪嫌，判伊1年2个月到1年7个月不等的徒刑，合并应该执行2年9个月。中华警方嘛以声明来表示，除了将伊2大告来免职，卖加强落实酷刑，以及加强法治的观念。记者中华采访报道。